来看过来消息，讲到台湾灯会昨才拄开幕尔呢，今早起就发生公安事故啊。有一个工人甲这指定的验兵门检修的时阵，去互显示面帮夹到手骨，才有可能是骨折。那消防人员是用破坏器材才甲人救落来，也因为这个工人无伫安全无作业时阵，也无甲这电切掉，已经违反一案相关的法令。检署除了派人检查，上当也当罚到30万。工人手卡伫迎宾大门内调集等待救援。今年的台湾灯会初3元宵节则拄伫嘉义6月顶开，这时早起就传出公安意外。工人听到哀叫，根据了解，主电区超滨移界迎宾门，因为初3显示面板出现故障，工人计讲坐高空作业车去咧检修的时阵，因为显示面板春秋装置复位，致使倒手夹到，好亲像骨折。消防人员到场了后，用破坏器材才互夹40分的工人脱困。现场高空作业，手部夹伤，消防人员立即运用救助器材破坏，协助伤者脱困。伤者一名男性，年约58岁，意识清楚，左前臂受伤，给予相关救护处置后，送往长庚医院救治。工人无伫安全无作业前，嘛无停止机械运作，致使发生意外。这案署认定已经违反这案相关法规，会依法开罚。他没有让劳工戴用安全帽、安全带，作业前也没有停止机械的运转，违反了职业安全卫生设施规则相关的规定。南区治安中心会派员去检查，也会依法来处分3到30万。工人互人扛起咧软桥送医，官方署表示，工人的伤势伫病院检查，会持续掌握伤者的状况，也请厂商全面检视相关时间甲操作流程，会确保后续的作业安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